台积电1.4个纳米厂有可能是选伫个中部科学园区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预计明年6月，这中科第2期就会交予台积电来使用。要若台积电要混扩，专家是表示讲，伫个中科因本地就有工厂啊，所以若准这个纳米厂搁选伫个遮来运作，对成本甲生产效率拢真有帮助。 台积电自从宣布1.4纳米厂被进入龙区，其他地方政府拢积极向台积电下手。有消息传出，台积电1.4纳米厂有可能选伫中区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做出回应：在我们的中科，在我们的大雅这个区块，是不是确认中科2期这一个用地确实当时是要给台积电来使用？对。 所以目前也是嘛，是中部以南的话指的是什么？因为它这个先进制程，它需要的土地确实用地的面积要比较大。我所知道好像是需要至少要100公顷以上嘛，是吧？应该是都会需要100公顷以上。 王美花表示，目前中科2期预计明年6月交地，目前地方政府的定数甲宽屏拢已经完成，只剩内政部定数也在行。未来中科2期会作为台积电使用，也毋过会做什么款的制停，要由台积电家己决定。强调台积电伫台湾扩厂，对经济也是国防安全拢有战略意义。后手的相关用地需求，会由国科会拨点相关园区。中央政府做的是那些租水的东西，但是地方政府可以 promise 它的就是水电稳定度。我觉得在哪里设厂，其实就是看他们的规划、人力的安排啦。放在中科，其实会是对于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多晶片封装，其实是会有一个比较正面的发展。现阶段，台积电除了紧留台湾，继续伫台湾扩厂，日本也增加宣布要补助台积电伫本地厂的设置。另外，台积电美国厂，美国会予因什么款的补助？目前也有待沟通。经济部被介入，也毋过会提供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